國會眾議院近日通過咗一項包含針對中國嘅國防授權法案。嗰個法案將禁止中國喺高度敏感領域嘅投資，並且減少美國對中國生物技術公司嘅依賴。法案中包括對美國喺中國嘅投資進行審查，特別係嗰啲可能協助增強中國軍事能力嘅技術投資。同時，法案仲禁止將政府資金用於黑名單上嘅中國生物技術公司所提供嘅設備同服務。此外，國防授權法案將會加強美國對台灣嘅支持。呢一次法案嘅發布恰逢白宮公布其國家安全策略之際，特朗普政府聲稱將重塑同中國嘅經濟關係。與此同時，白宮允許 NVIDIA 向中國銷售先進類型嘅計算機芯片。中國駐美大使館對此法案表示強烈反對，強調該嘅法案喺製造中國威脅罪時，損害咗中美關係嘅穩定。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